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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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歡迎嚟到8月嘅同你 talk。今個月咧又係我三師兄同大家講呢個同你 talk 啦。咁今日咧我仲邀請咗個特別嘉賓包妹同我哋嚟分享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包妹啊。喂，包妹，知唔知8月10號係咩日子啊？國際獅子日。冇錯啦，不過咧，仲有另一個日子嘅，佢個就係國際懶惰日啦。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，都係同懶惰有關噶喎，個名就係叫刻意懶惰。先講下啱啱國際獅子日過，其實都有啲呼應嘅。其實點解咧？因為獅子咧，佢一日都會瞓成十幾20個鐘咁樣，咁同我哋嘅主題都好啱，都係好懶懶散散咁樣。首先咧，即係講下呢個日子先啦。咁佢係哥倫比亞嘅工業城伊塔圭嘅居民發起嘅。佢嘅初衷咧，唔係鼓吹懶散，而係鼓勵大家暫時放下忙碌與行程，好好休息啦，隨性咁耍廢一日。咁呢個節日咧，仲喺2012年俾聯合國認可咗喎。雖然佢唔係個官方節日啦，但都係被正式命名為國際懶惰日 （Lazy Day）。哦，聽落係一個幾有意義嘅節日。係啊，因為咧，其實過度工作咧，對精神啊、身體都好大影響。比如話咧，我知，因為如果我哋工作得太過度嘅話咧，會消耗我哋好多嘅能量同埋精神，有機會咧會引發起情緒耗竭，令到我哋成日咧都會好攰，仲會令到我哋嘅情緒起伏好大，好易嬲，無助感會加重。平時咧一啲感興趣嘅活動咧都會冇咗興趣咁樣。係啊，即係如果工作咧消耗咗好多能量啊，即係引起咗個情緒嘅耗竭咧，即係除咗影響情緒之外咧，其實身體都會受到個影響。因為咧過度工作咧可能會令你好攰啦，即係好疲倦咁。但係咧呢種攰咧反而會令你失眠噶，即係好攰，但唔知點解翻到去硬係瞓唔着咁樣。因為係長期嘅工作狀態，即係你個人咧係好似備戰咁咧。肌肉啊，都可能會緊張起嚟，即係會好繃緊咁樣。硬係尤其是咧嗰啲肩頸嗰啲位咧係特別堅，即係好緊咁樣。跟住甚至有陣時可能係會即係痛啊，痛唔痛咁樣。係啊，仲有就係我哋嗰個工作效率會下降啦。有時太攰嘅話咧，會令到我哋嘅心理資源咧就會耗盡啦，反而更加難去專注翻喺個任務度啦，甚至可能會出現咧想拖延嘅感覺啊。係有陣時都係可能嗰啲人平時唔係一個有拖延症嘅人，但係唔知嗌嗰有啲時候就好想拖延。係啊，可能係真係好攰啊，真係。呢個指引咧，可以提醒大家咧適時休息。咁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去進行呢個節日噶？首先一定要安排一日係冇嘢做噶啦，咁嗰日唔一定係8月10號嘅，咁可以係揀我哋周休嘅時候啦，就唔好有啲咩計劃或者安排。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就盡量留喺屋企，就舒舒服服啦，着翻個睡衣或者鬆身啲嘅衫，咁就唔好煮一啲複雜嘅食物啦，咁食一啲簡單嘅東西就好啦，就或者叫外賣都得嘅。係，我都覺得唔一定話係嗰日嘅，因為我8月10號都要翻工嗰啲日子，其實都好難，即係真正得閒。但係可能即係可以話一個係放假嘅週末咁樣咯。跟住同埋最緊要我就係一個係唔校鬧鐘啦，啲瞓到自然醒咁。因為我相信咧，好多人咧都係會俾鬧鐘即係嘈醒，即係尤其是呢個年代咁樣，大家翻工翻學，你都係要校個鬧鐘，每日聽到第一個聲音就係鬧鐘聲咁樣。係啊，咁不過咧有陣時有啲人咧可能係習慣咗個時間起身嘅，咁都唔緊要嘅。咁可能係喺中午啊，或者有啲眼瞓嗰陣時咧，就小睡一下咁樣。如果真係瞓唔着嘅，咁其實攤喺個牀啊、梳化嗰度，專注當下嗰個感覺，即係可能係你身體咧同嗰個牀啊，或者係梳化接觸嘅感覺啊，放鬆自己咁樣。咁呢個時候可以即係刪咗啲訊息嘅通知。等佢哋唔好即係干擾到自己，可以嘅話都唔好玩太多手機，盡量就專注喺當下咁樣。咁如果仲有啲條件嘅話，都可以即係整一個靜心角落，擺啲香薰啊，或者放一啲音樂啊咁樣。咁喺嗰個環境咧，即係營造一個好好舒適嘅空間，咁樣好好咁樣放鬆一下。
正所謂工作如行舟，平衡咧先係長久之道咯。哇哇哇，不得了啊！國際懶惰咧，為我哋提供咗一日名正言順休息嘅日子。如果大家有一日呢嘅時間咧，你哋會想做啲咩咧？享受放鬆嘅節奏咧？歡迎你哋留言話我哋知。咁我哋今日都講到呢度先啦。有咩問題可以隨時打過嚟同問我哋嘅。咁今日到呢度啦，好，拜拜拜。